有民间团体是来针对这网络检举公布 AI 科技观察报告，指出讲这检举的案件内底呢，有牵涉到李小性虐待甲性剥削的，就占52%外，甚至阁有人是使用这 AI 换面甲烫衫的功能，所以呼吁政府就要加强守法管制。即马有真侪学生会使用 AI 来找资料、做报告。有民团公布为文5四次网络检举热线报告。去年4692件有效的检举内底，牵涉到李小性虐待甲性剥削的，就有占52%左右。民团指出，不当使用 AI 的状况，甚至结合 AI 换面甲烫衫的功能来形成性影像，已经变成新型的犯罪工具。现在不需要再花费力气取得儿少的私密照我可能只要一张生活照，我就可以大量生成儿少的性像。看到这个 AI 的这个聊天式的 AI 这个保护机制仍然是不足的那即便清楚的告知是一名儿童，这个 AI 它仍然可以产生一些色情的对话那长期下来可能会减低儿少的性敏感，导致这个诱拐的一个风险大增。受害者一定会有压力嘛。那其他人会不会也害怕说下一个就是自己，然后就会对这个社会比较没有那么信任？民团希望政府在教育甲法律上拢爱愈齐全。卫福部表示，因对112年修法了后，针对李小性影像的制作甲散布，已经会当依法裁罚。教育部是讲会加强校园的教育，也会和电信公司合作。推出数位的工具包，我们成立的性影像处理中心来做申诉。那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是365天全年无休的。我们也跟中华电信来做一些合作，它这些合作包含了就是我们发展了一个所谓的数位工具包，提供我们的家长们能够了解跟管控，还有那个适度的引导我们的孩子如何使用我们的数位工具。民团提出诉求，希望政府全面禁止有烫衫功能的 AI 工具。因嘛认为网络业者甲科技公司有社会责任，应该要防止用户使用。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